总统赖清德伫大选只摕到4成的选票，面对少数总统的挑战，国民党的立委今仔佮提出总统选举2轮的决选制，望讲会当来解决少数执政的局面。国民党的立委罗致强是表示讲，新的会期会来提出修宪案，嘛要来修正总统甲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。 2024年总统大选拿603卡都，最后由民进党赖清德摕到40%的得票率当选总统。不过，这1年多以来，赖总统面对少数执政的挑战，伫真侪项立法市政，赖政府真侪届甲在野爆发冲突。不要少数总统，总统绝对多数。对此，国民党立委罗致强带头。 含纳委吴宗宪、洪晓玲提出总统2轮决选制，讲要伫新会期推动修宪，也有修正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。只要在一党分化出现2个候选人，按照数学来算，他就会赢。好，可是，一旦采取绝对多数决，选民的这种矛盾就不存在了。因为在第1轮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选我们自己觉得最棒的人，因为你不用担心你最讨厌的人会当选，因为你最讨厌的人，他在第2轮你还有机会把他淘汰掉。 所以整个选风会往正向的方向走。罗致强表示，目前总统是采取相对多数当选，敢若相对的民意支持，所以必须要强化总统的正当性。吴宗宪指出，全球40个民主国家总统直选有7成是采取绝对多数，台湾选举制度应该改变，加强绝对多数，符合世界的潮流。修宪必须要29位立委提案，85位出席院会，64位决议才能通过。 我建议罗致强委员先好好选他的党主席。面对南委发出修宪修法做回进行，会当解决少数执政，也是高步自将爱弃保情形。刘阳立委是无被补指出，强调爱向沟通甲对话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